馬太福音5:6節咁樣講到，最快樂嘅人都係要妒忌及妒喝真理，因為đó sẽ得到舒服。嗱，每人要妒喝及妒忌呢個真理，都係最得福嘅人，嘛最快樂。因為乜嘅呢？呢個以賽亞書32:17節咁樣講是假的，沒有真理。該生要平安，嗱喺平安呢個方面，是家到達到要天嘅心，永久天嘅心，嗱沒有真理都要平安，所以呢個真理能夠本是個平安世間的向導，嗱所以是個需要呢個真理。是個要妒忌及妒喝嘅真理，真理係咪呢？真理都係上帝嘅話語，都係上帝嘅設計。每人要真理世間你喺度，真理能夠帶時間脫離從呢痛苦，從呢白色，從呢受離，因為佢要嘅平安不是㗎，嗱不要真理嘅顯出要平安，生要平安，嗱真理帶時間脫離從呢一切世間裏嘅。各樣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各樣嘅痛苦。嗱，人們呢個真理，相信佢，妒忌妒喝佢，即刻得到嘅福氣。阿門。